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放音强针养生课上的西蒙老师，屏东林东人，我哋来分享穴位按摩嘅36式，等下都听西蒙老师来做一个动作，刚才我先讲到嘅预皮动作，都做嘅40公分高嘅等下方。梁叔讲你抬腿啊，抬腿就是细腿那个保持90度唔会影响血液循环。刚才就做第25式按揉腧穴，腧是愉快的愉竖心旁拿掉它的位置在中线的这个我们这个锁骨这边凸出来的下方的右边那我们用食指、中指按这个地方，我们做36次1、2、3、4、5、6、7、8、9、10，那个舒虎穴都圣经的第27个穴道，拢安尼视察过休息时间，有时做工作休息时间，安尼都可以按摩遐个所在你就继续36次个弯数同样用那个食指、中指那个骨头凸出来向左边这边你按下去会痛会酸痛同样旋转36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那个舒虎舒虎穴，那过来就26式抓捏极拳极拳是心经的第一个穴道它在这里就在我们腋窝腋窝，然后我们用拇指跟4个手指去抓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没有常常抓的话，它会有一个像乒乓球这样像乒乓球这样，那你常常去抓的话，帮助这个腋下淋巴排毒，那它就会变成比较小小的那你这个严重的话，变成蝴蝶袖你去看有些人这个手背这里你一拍它会震动像那个袖子在摆动所以我们这样抓36次，1、2、3、4、5、6、7、8、9、10嗰个弯数同样那个腋下极拳要用拇指四指，然后抓捏抓捏这里要把这个结节的地方一坨一坨的把它捏散因为我们淋巴系统它不像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心脏在跳动等于它没有动力，那我们要靠什么？我们靠运动手指的运动，或者我们走路走路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它可以运动到脾肝肾膀胱胆胃这足部的6个经络那这样我们常常抓捏这里会对我们的心脏都起到保护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是27式按揉心窝心窝是在2个乳头中间李连线的中间，这边有个凹下去的地方只要你不常常按揉它，你会有点痛我们可以先从左手开始然后用这个中指、食指还有无名指，就在这个心窝的地方先逆时针旋转36次1、2、3、4、5、6、7、8、9、10弯数用个食指、中指、无名指那个心窝的地方有膻中穴就是我们任脉的膻中穴1、2、3、4、5、6、7、8、9、10那你常常按心窝的话，就是可以解开心结就是一些烦恼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摆在心上，
其实我们讲养生，最主要是心态，啊，心态要平衡啊，不要把很多事情看成很严重，啊，不愉快的事情最好就赶快忘记，啊，那我们再重复啊，这个按揉舒服啊，舒服在这里，啊，就是我们这个骨头突出的地方的右下方，啊，用这个这两指哈，食指、中指按揉，啊，按36次，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我哋温數啊，食指、中指啊，也同樣哈，一個骨頭嘅老皮腳下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过来都26时抓捏极拳哈，极拳在这里哈，就是我们腋下淋巴这里啊，心经的第一个穴道啊，我们常常捏这里可以保护心脏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啊，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我的弯数啊，周数片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过来27时。心窝哈，心窝就会给两个乳头的中间啊，有个凹下去的地方哈。俺先用周数啊，给3指哈，上面食指、中指、无名指啊，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弯数啊，同样那3个数字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啊，那个心窝哈，心窝就会可以保护俺的心脏啊，帮助俺的心脏哈，俺的身体哈，真简单都心脏quite單純嘅蹦在跳哈，但是伊可以照顧到60兆嘅細胞哈，伊就用一個共振嘅原理哈，所以喺課上揾到黃陰共振啊，伊完全都有個共振嘅原理哈，然後將個紅血球哈送給五臟六腑哈，就達到我們這個身體的維持生命啊。那我們主要是今天這個極拳跟心窩都是跟心臟有關哈。
然后还有我们的心的心态也有关系哈，因为凡事要看开一点啊，不要想不开哈，不要天天生闷气哈，生闷气的话，我们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啊，那是毒素哈，这样的话对身体不好啊。那我们做了这个25、26、27式以后啊，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个收功的动作啊，收功动作就是两个手哈，放在肚脐头前，啊，做个腹式呼吸啊，1、2、3、4、5、6，好，做得哈，那个观众呢做得quite好，休息一下。